随住汽车技术的进步和设计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新车型选择不再配备备胎。根据最新数据，大约60%的新车在交付时都不再配备传统的备胎。这一改变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因为备胎一直被视为保障驾驶安全的一个重要设备。那么，当你遇到爆胎的情况时，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为什么许多新车不再配备备胎。主要原因包括：一、重量和燃油效率，备胎和相应的工具会增加车辆的重量，进而影响燃油效率。许多车主和车厂都希望通过减少车辆重量来提高燃油经济性。现代车辆通常配备了更高效的引擎和先进的驱动系统，但降低车辆重量依然是提升燃油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二、空间利用，车辆内部空间的优化也是不再配备备胎的原因之一。随着车辆设计日益精致，空间的使用变得更加重要。备胎占用的空间可以被用来增加行李箱容量或提供更舒适的乘坐空间。三、替代技术，许多新车配备了其他技术来取代备胎，例如轮胎修补剂和快速充气装置。这些工具和技术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车主处理轻微的轮胎损坏问题，从而避免了传统备胎的需要。那么，如果你的车辆在遇到爆胎的情况下没有备胎，应该怎么办呢？以下是几个应对策略：一、了解车辆配备的工具。首先，了解你的车辆是否配备了轮胎修补剂或快速充气装置。这些装置通常位于行李箱内部或车辆的某个角落。仔细阅读车辆手册，掌握如何正确使用这些工具，以备不时之需。二、使用轮胎修补剂。轮胎修补剂是一种可以快速修补轻微漏气的产品。使用时，将修补剂喷入轮胎内部，然后充气。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修补轮胎的小孔，让你能够开车到最近的维修站进行专业处理。然而，修补剂不适用于所有情况，例如轮胎的侧壁损坏。三、寻找路边援助。如果你的车辆无法用修补剂处理爆胎问题，最好的选择是寻求路边援助服务。许多保险公司和汽车俱乐部提供24小时的道路救援服务，可以帮助你拖车到最近的修车厂或更换备胎。四、定期检查轮胎状况，预防胜于治疗。定期检查轮胎的气压和状况，及时处理任何潜在的问题，可以降低爆胎的风险。保持轮胎在适当的气压范围内，并定期检查是否有异物嵌入轮胎或磨损过度的情况。五、考虑购买便携备胎。对于一些担心备胎问题的车主，可以考虑购买便携备胎或紧急轮胎更换工具包，这样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六、了解当地的法律。不同的区的交通法律和规定可能有所不同。了解你所在地方的法律规范，例如是否需要必备备胎，能够帮助你更好地应对突发情况。总结来说，虽然60%的新车不再配备备胎，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遇到爆胎时就无所依靠。了解你的车辆配备，使用轮胎修补剂，寻求路边援助，定期检查轮胎状况以及考虑便携备胎，都能够帮助你在遇到突发情况时保持安全。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应该更加灵活地适应这些变化，确保行车安全。